继续来看，伫咱这个边境来查到奥密克戎的变种病毒 BA.4 甲 BA.5，恐惊这个变种病毒会阁来引发到另外一波的疫情，所以指挥中心有咧暗算，要帮边境的工作人员、甲防疫旅馆的人员来注第四剂的疫苗，提升到保护力。有医生嘛来建议，讲上好伫个秋冬进前，全民拢爱阁注第四剂，安尼上保险。另外有风声，讲国内来出现第一件大人的多系统发炎症候群。虽然指挥中心也未来证实，不过专家也是来提醒，讲这个大人的多系统发炎的症候群较歹发现，造成着血栓的比例比囡仔是加出5倍。若是解除隔离了后，过来发烧、吐、气喘、腹肚痛，安尼就唔通拖沙，爱赶紧去互医生看。气味正久的桃园机场渐渐烧落起来。6月15号正式恢复转机的服务，入境检疫时间变短，等来台湾的人数变多，所以嘛，伫咧边境去查到 Omicron 新亚型变种病毒 BA.4 和 BA.5，就惊变种病毒对细胞细胞的伤害更加大。在 Omicron 又有点弱化，变成往上呼吸道集中，下呼吸道的感染力变弱。那是不是又开始恢复到去感染下呼吸道呢？目前的证据还需要再观察了。病毒会突变，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跟着变化，抗体没有办法综合它，会让你得到感染。但是 T 细胞可以辨识它，所以它就不会重症，因为 T 细胞是影响重症跟死亡最重要的一个免疫系统的分支。虽望动静的几率无真多，不过专家嘛是建议，伫咧边境做工课的工作人员，爱紧伫咧这个月内做好第4档的预防针，因为着惊较前后会出现别个后镜头，临床嘛出现敢若大人版的多系统炎症症候群。事上发生伫咧解除隔离后的3礼拜，熊熊发烧、喘气喘，发生心肌炎、心功能障碍比率比囡仔加1倍，血压嘛比囡仔加5倍，可能会有这个觉得心脏没有力气，血压比较低或者觉得会喘。那因为它的疹子呢，一般来讲不像Miss C 或不像川崎症那么明显，医生可能一开始就不容易想到 Miss A。继续变种的病毒对人体带来什么威胁，无人知影。虽望次世代预防针美国上紧10月份上市，不过就惊疫情拖老收场。专家就建议，伫咧到秋冬之前，用咱即马所有的预防针，互全民紧注第4剂，会较保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